綠色擦紙膠勁啲，定係呢4個擦紙膠勁啲先？綠色先啦，因為綠色最。綠色擦紙膠已經打敗一個都算窄嘅擦紙膠。要補翻去中心點先。哇，係啊！因為就算黃色死都唔緊要，所以佢自殺都好。攞對3度。9擦紙膠都輸咗了，剩低紅同埋海獅擦紙膠。都唔夠力打添。哇！紅擦紙膠都輸，得翻呢個上次打贏個綠色擦紙膠嘅呢個擦膠。哇！爭啲死！哇！佢個信滾開！哇！因為而家得一個人，所以佢唔可以死。哇！哇！爭少少，都撞唔到，係致命危機！碌走先，滾唔到，用全力佢可能死，都未死。哇！差少少，哇！咁都彈唔到，因為佢太重。哇！輸咗，最後呢個冠軍綠色咧1打4啊，都贏啦！呢個擦紙膠幾勁，好。拜拜。